想今天我们就聊一下这个国际佛诞和它的重要性啊。所以虽然呢，我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其实也是，自己的讲法和自己的能力的这个差异太大了啊。所以呢，这个中文里面叫身不由己。呃，所以我刚刚在那个宁马的一个群里面有500个人，其实这个大部分都是仁波切堪布，我看他们讲我们国际佛诞的重要性，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推动，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认知，基本上都是非常认可的啊，他们都是这样。所以他们也邀请我讲，但所以我讲的都是就是确实是我相信有一些我讲的话能够启发到，能够影响到一些人。但是实际上我们做起来的时候，啊，自己能做的和所做的这个能力呢，也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群也是在线上，景也是在线上。虽然当然我们这个也要办一个佛诞，那这个是相对是传统的萨嘎达，所以这个国际佛诞的这个概念和推广国际佛诞的这个一些重要的这个原则和必要的和它的用意，它的好处在哪里啊？反正我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你们必须要视为今天我们公修的一部分。因为呢，无论是哪一个人，实际上是有时候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每个人都有一样的一个能力，只是我们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打通，认知上还没有理清，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外在、内在的障碍，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首先我要全面的要讲一下啊，我要把你们观想为听众，当然是听众了啊。所以呢，其实这个佛诞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在好像昨天这个录的这个短短的视频里面也有讲啊，但是我当时站着先讲藏文，然后再讲中文，一口气讲，所以呢，其实是后面今天早上一个人发给我说啊，汉博你讲的不错啊，我说其实我自己讲什么我都完全忘记了，因为这个一个的也没有什么记录，就是这样讲完了就讲完了啊。但实际上我要讲的是什么？我对这个佛诞这些东西，这些呢就是有想法啊，希望能够更多人重视佛诞。这个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第一个呢，出发点当然是我觉得是自己作为一个佛弟子，对佛陀、对佛法有一个内心的一个情感上的，就是有一个希望啊，佛法更多人知道佛法，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嘛啊。说白了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佛教就是这个越广，这个传播越广越好，更多人学习佛法非常好，等等等等。但是当然，它的最终目的间接呢，其实是对他们好，不是对我们好。因为他成佛不一定能够像释迦牟尼佛早已成佛，但是他就是我们还是在轮回当中。这说明是什么呢？修行还是最终是靠自己的，所以其他人信佛和其他人去修行和成佛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这样的一个反复在轮回当中，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佛和法，只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不够，福报不够，就是这样。
所以呢，其实这个我们觉得佛法越传播越好，越多，也不是说是我有能力，但是没有传播的市场一个对象，不是这样的。只要是如果我们自己有能力的话，当然佛教徒呢至少有几亿人口嘛，所以我们一辈子的努力都不可能只见到就是那么多的人，不可能能够有机会结缘那么多个人。所以呢，其实我们觉得佛法要传播，这个里面呢，没有太多的这种自己的利益在里面啊。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动机是应该是可以说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要佛法变成一个广为人知的这样的一个很多人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推广的话呢，其实呢，用世俗的角度来讲，最近宗师仁波切讲的，这就是这种佛教的这个行孝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需要有一个平台。你有一个很好的东西，没有包装，没有公关，没有平台，其实永远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很现实的，经常一般都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啊。所以就是有时候这些特别重要，但是它是不是成为一个好的东西，它是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那当然是看你自己的动机。这个还目前我们和那个 IA 和什么那个机器人和人的一个差别，基本的目前以后他们会不会超过我们，他们会升级成什么样的，我们都不知道，现在正在担忧。但是至少目前呢，很多做事这个就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动机，这个思想上面这个背后的这个思维上面，人就是有比较还是不一样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思维和动机有好有好的一个结果，坏有坏的结果，这就是缘起和因果不虚的道理。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个营销平台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个传统文化节日，它如果一个国家它变成国家级的时候，等于是它的这个价值就是以国家级它整个国家就重视这个传统的一个节日。那这个背后的，比如说孔子什么这个我们说元宵节春节类似这样的，就是有很多的传统文化。就像拉萨拉萨有自己的一个，比如说什么叫学墩，中文叫什么？是说那在吃两口了，就跟哦，我进他们在OK 学墩类似这样都是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他就是说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如果他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节日，那这个节日有这么的一个价值，这样程度的一个价值。所以呢，佛诞如果能够成为国际化的话，那它是全球性的佛诞，就佛陀就变成就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数一数二的一个大的一个节日。那大家知道吗？其实这个是已经做到许顿 OK。我们这个佛诞大家有没有仔细想过？其实是1950年左右吧，在斯里兰卡当时有一个佛教的一个组织这个是国际一个佛教组织这个国际佛教组织呢，第一届的他们的一个大会上，他们因为这个斯里兰卡其实这个思想上比较先进的，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因为斯里兰卡是佛教国家，很多佛教的这些现代的历史当中，佛教国际化的很多的一些推广，
和他们有关系的，他们有这种现代化和法律、国籍这些方面的这个认知。相对呢，就是这个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都是非常落后的这方面。我今天很不客气的，他们说我们在国际平台上，尤其是这个大佛教大会，这个维萨界道上面，我们看到藏传佛教的大师们，看起来非常好，但是我说都不是主动，都是被动。为什么呢？别人的安排邀请，因为他们当然是每个这个上师都是好上师啊，毫无疑问的。也有名望的，也有影响力的，所以他们邀请他们做贵宾啊，不是我们藏传佛教的这些大师或这些大师远足的推动和带领领导，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啊，至少这是我的认知，所以我就今天说，我们不是主动，是被动，所以呢，斯里兰卡当时会议当中，他们觉得。我们这个像这个世界其他宗教一样，应该要有一个佛教的一个节日呢，就要成为了，就是一个国家受重视的，成为了国定的一个公共假日一样这样的一个程度的假期，而不是说是民间自己庆祝这个萨嘎达瓦，这个是本来向来就1000年就有了啊，前就有了，这个就不用说了。这自己在那边，今天是出生日，今天要念什么，这些都是大家自己的事情。但是当时斯里兰卡发起这个大会，就发起了一个叫苏萨界，然后获得了，知道吗？获得了这个当地人民和议员什么之类的支持，结果国家也当然认可，因为这个国家本身就是支持佛教嘛。成为了萨嘎达瓦的第一个脚步，就是变成斯里兰卡的国家级的这个国家的国定节日，那这个比较好办了。然后慢慢从这个基础上，1999年呢，在联合国的第50几个大会吧，那个上面呢，那他们就是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请愿，然后就是有16个国家。邻民国家的代表，联合国的地面大部分都是佛教国家的啊，然后就是这个就是要求这个联合国要认可啊，这个联合国这个法定的宗教国际性的宗教节日，佛诞节、萨嘎达瓦语的维萨节要成为了国定节日。而且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就是一个教育，他就是慈悲和智慧为这个一个根本的一个教育。这个教育呢，这个流传了2000多年的历史岁月当中，影响了无数个人的生命，而且现在也在世界各个角落有这个几亿个人都在追寻这个教育，所以这个是应该有。联合国要特别重视的一个教育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理由提出这个意见想法。联合国开会，然后就是后来呢，美国、土耳其，我看到这个资料啊，都不是什么传统的佛教国家等等，很多个国家也大力支持。结果呢，就是当年的年底也就是联合国正式这个就是也官方就承认了啊，就是从此以后就成为了这个联合国国定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全球性的佛陀日。所以呢，英文上有一个用词叫做Buddha Day，Happy Buddha Day，Buddha Day。所以呢，就是佛诞日也好，佛陀日也好，我觉得都一样。所以今天藏文上有些人写说。咱们让上帝纪念么？我觉得这个用词非常好，因为有时候我们举行以萨嘎达瓦月的时候，大家有一个不同认知，藏人觉得哦是下个月啊，华人觉得哦是这个月啊，连这个15月都有时候15日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历法，这个藏历和农历的算法上的不一样。但是如果说地球的佛陀日。不大，
全球这个什么佛陀日啊什么，这样的话，那就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的不是说是认定为是哪一天是佛陀的诞生，还是成道，还是涅槃，因为实际上本来就是包含了这个也是一个重点。传统的维萨界的这个萨嘎达瓦的15号是佛陀的诞生、成道、涅槃的3个重要的节日，对吧？所以这个实际上说明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在纪念佛陀的某一个人生的阶段，而且是整个佛陀的一生。所以就是佛陀日了，不达天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博达德，我们如果能够慢慢的又有全球化的一个博达德的话呢，而且1年1度1次同一天呢，我强调的是这个。那这个是有一个相互一个能够产生一个作用，为什么呢？当初因为斯里兰卡有经国家就这样做了，所以以这个基础上16个国家提出这个想法，然后就是跟联合国就是要争取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现在又用这个拿来，联合国都这样承认了，我们国家也应该要这样做，所以这样有这样的办法的啊。所以这好像是这个大陆是不是也是这个15号是佛吉祥日？这也不是应该不是公共假日，但是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官方的认可啊，佛吉祥日啊，但是实际上应该不一定有什么这一天有官方的座位啊，但是这个还是有这样。但是香港呢，我看到一个叫做觉广法师啊，他1999年之后，就是这个联合国那一期之后呢，他发起就是一个联名，就是要发动就是所有的香港的佛弟子和这个支持佛教这个节日的人，他们就是总共有80万个人签名，然后这个信，然后就交给政府。然后就是说，争取政府那边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成为了公共假日。你看这样啊，其实真正的做法是，当然我们不一定现目前的环境、自己的能力，我们不一定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要知道，人家这么做原来是这样，有这么一回事，知道的话呢，这也是我们就是一个步伐。所以马来西亚它本身是一个回教国家，我们可以说，在马来西亚华人是少数民族，应该是吧？啊，是不是啊？今天晚上有没有马来西亚人？我们好像都没有啊，应该是他们这是少数的。大家知道马来人就是对啊，马来人就是少数，但是在马来西亚呢，前天晚上他们晚上都是在那边街头。就是有成千上万个人在这个街头就是游行，这个游行不是抗议啊，庆祝，因为是天是释迦牟尼佛的这样的一个博大斋，所以呢晚上呢他们就是有很多的游戏，然后就是这种团队，而且这个政府也好像听说是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假期，新加坡也是。我今天都看到这个详细的一些这个国家们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很多在我们就这么这个缅甸、泰国这些不丹都不用说了啊。所以呢，如果这样就是有什么好处呢？对，现在是地球村，我们有2个层面的，一个是从个人的修行，我们不需要懂得那么多。庄司仁波切这次访谈当中也说了啊。他说：“如果我们像穆拉里巴一样自己做这个自己的修行的话呢，我们根本不用管任何外面的事情啊。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穆拉里巴一样的话呢，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还是要看社会，要看这个佛教的发展、衰落、精神，也要关怀这个社会上的这个世间的佛教、人间的佛教。”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样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榜样啊。所以韩国啊，我最近有一个在韩国读博士的一个藏传佛教的开幕，我们有在荣总里面有谈话，我说他们那边的佛诞的状况怎么样啊？我问了，
他说，当然韩国大家都觉得是他们都是现在是很多都是基督徒啊，然后就是佛教他们传统的一些文化，但是呢，本身他们也强调的是这个孔子啊，什么儒家思想啊什么的，佛教现在并不是主流，但是他们的国家现在都是佛诞节是非常非常受重视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这个，尤其是所有这些佛教徒特别重视这个佛诞。当天呢，不但是去发挥年轻这种敲木鱼什么的这个，而是这是这个一个狂欢，一个欢喜自己开心快乐的一个日子，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因为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完全是按传统的方式来这个要庆祝这个宗教节日的话呢，那年轻人可能离这些节日变越来越远。而且年轻人的一般正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从幼儿园、从小学、从大学、从工作当中都不太会有很多的宗教，现在都是这样。那如果我们这些节日和这个一般老百姓、大众民间的生活没有太大的距离的一个方式来能够进行的话，就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当天有假日啊，那就是这个当中等等等等的一些呈现出来的像方式都不是非常传统，但是也不能失去传统的意义了。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佛法就是和对佛陀，至少首先呢，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是佛陀啊。先从没有听闻过这个佛陀的人，他们听到佛陀的名号也是，甚至佛陀当时发言说呢，有人听闻他的名号，将来这些人呢，这些众生可以就是有这个获得不退转的菩萨的果位，不退转的菩萨果位，也不退转是很高的一个境界啊。什么叫不退转呢？因为不再轮回的意思嘛。那就是一个修行的非常很高的一个境界，虽然不是叫成佛，但是不退转就是已经是加行道，快到这个见道，才叫做不退转。所以这些都是仅仅是听到佛的名号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是用各种方式啊，然后就是这个，如果慢慢的，而且以前的话呢，各自都在自己的地方。医生都可能不会有什么机会出来，不会有什么机会看到这个外面的世界了。现在就不一样了，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这个本来就是大家互相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密切的一个关联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是一个连在一起了。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佛陀的这个根本的这个节日，那也要一个根本上的这个一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啊，这个就是因为虽然呢不同传承都有自己的修行不同方式，但是呢，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追随者、佛弟子。从这个基础上，我们都是追随这个释迦牟尼佛，我们的终极目标是究竟涅槃。这就是无论是南传、汉传、藏传都是一致的。我们的整个佛法在四法印的框架里面，我们只有一个导师，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如果这个方面我们就是有一年一度一天，就是有一期这个公认的这样的一个佛诞日的话。当然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名称，稍微可能会有一些先后的这个时间上的一些差异，但是基本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将来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时候这个有一天这个联合国他自己都会不会解体啊，我们也不知道啊，这是未来的事情。但是我们至少现在呢，那就是相对呢，实际上就是全球性的最权威的这个共同的组织就是联合国。那我们跟着这个就是推动佛法。那以后就是如果有整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变化，那个时候会有那个时候的一个样子了啊。那个时候的事情是那个时候的人的事情啊。所以这些讲的时候，你们听起来是不是太空谈或者大话？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就是我是这个
正常的想法啊，正常的想法。所以这些我们个人来讲的话呢，有时候好像我们的这些公修，这个下去几十个人、十几个人的那个公修没有太大关系啊，也许你们可以这么认为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远景，我们经常也说发菩提心，就是发菩提心是更比这个，就是我们谈一个国际的一个佛教的一个解热的事情比较起来的话呢，那就是这个跟那个发菩提心比较起来的话呢，这些呢就是微不足道的嘛啊。但是我们还是也要关心。但是其实我今天看到几个信息啊，一个是什么呢？我看到去年的在印度的一个藏人节的一个新闻，那个新闻里面说，哦，第一次庆祝佛诞日，当然是他说的是这个国际佛诞，不是说传统的萨嘎达瓦月啊。那也是什么呢？在那边有一个西藏图书馆，那个图书馆里面有一个国际的这样的一个佛教培训的一个班，那些班的学生都是有来自各种各样地方的，然后他们主办了一个佛诞，然后上新闻。但这个主题是第一次啊，我们藏人和这些上师都在印度待了几十年了，为什么第一次去年变成第一次？所以这个国际的这个做法来讲，我为什么说是被动？为什么在后面就是这个原因？而且现在我们全球公认的这个佛教的佛旗啊，佛旗，我们也不是用这个旗子拿来要去打仗，但是这是一个象征。过去也有佛旗的，这个过去的佛旗叫做庄，对吧？中文念庄，床，阳好阳城床，念床，床嘛，念床嘛，OK，床其实实际上就是国旗、佛旗一样的概念。所以呢，藏文就叫阳城 ，number 阳城，就是那种顺利或一个分区，就是叫做阳城。而且实际上，这个我们这个佛教也有1000年前就有这个logo 啊标志。大家知道佛教的 logo 是什么吗？那个叫什么标志？六安，你说？我不知道它念什么，好像汉语里叫这个符号是万吧？哎，万不是佛教的这个国旗，这个 logo 其实不是。他在南林陀僧团大学正式用该章，他们的章里面都用过的，又不是这个万，是中间有一个法轮，左边右边两个这个鹿，是吗？鹿吗？那个，但其实是实际上在现在我们查的时候，它不是鹿，它是这个印度黑林啊什么的，黑林啊是什么的啊？印度的黑林，藏历的黑历，藏历一样，黑林一样，忘记了它的中文，大家知道吗？哦，不知道的话呢，也许这些越讲越多了啊，但是实际上，在大雄宝殿上面都有这个标志，没有错，就是那个啊，大雄宝殿上的那个标志，就是佛教的，它是有1000年前啊，不太确定阿育王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应该有的。而且这个佛陀就戒律的这个律章里面已经提了啊，这个就是佛陀时代已经是记好的啊，所以至少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非常有深深的意义，非常特别的。
非常特别的。我们小时候看过这个，印度是60大宝法王，他发行印刷的那个时候在这个机器印是非常不容易，它是可能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昂贵的一个这个经费啊什么来做的嘛，就是一个单柱耳，不是木板的，而且它是靠壁的。那这个大宝法王靠那个第60大宝法王靠壁的那个，后来又结缘各种各样的大寺庙。我们看那个上面，就是用第一页的开头就是盖了这样的一个章啊，所以呢，这些都是佛法有关系的，佛法的历史发展做法有关系的。但是这个佛旗呢，当然是后来有人设计的，但是这个也是在斯里兰卡开始用。后来用了，慢慢就是一个半个世纪后，现在终于变成自然而然变成全球的佛教的，而且现在我们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佛陀圣地就是菩提伽耶真觉塔，佛陀成佛的地方。但是大家要知道，70年前不是佛教徒所拥有的，而且是亨地这个印度当地的这个婆罗蜜他们就是拥有的地，而且他们那边还有盖了自己的印度教的庙，所以就是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里面的是真觉塔，而且还是他们杀生祭拜，用这种方式，所以根本就是完全不属于佛陀的，佛教徒的。后来又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居士，非常著名的一个居士，叫做达玛巴拉他站出来。他可能是有学问的嘛，他就专门就是告上这个印度的法庭，说这个是我们要佛教还给佛教徒。他是20世纪跟那全边都非常的这个赞叹这个居士，因为他说，因为他才就是这个印度政府后来就是这个佛教的圣地还给佛教徒，然后佛教徒可以正式用来做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就是这样。所以这些背后都有斯里兰卡的这些付出啊，佛教徒还有这个重建这个不是真觉塔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真觉塔是非常坚固，非常那种，但实际上是我看过老照片，根本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后来呢，就是有重建的时候，那些当中也是泰国的国王啊。他们也有这个大量的黄金啊，各种各样的经费也有赞助的所以呢，很多这些，所以呢，我们到了菩提伽耶的时候，菩提伽耶的真觉塔的这个菩提树下呢，这边是斯里兰卡，那边是这个华人，这边是可能是喜马拉雅山区的藏人，还有洋人，全世界的不同肤色不同文化，不同服装。不同的这些喇嘛上师，这个出家在家都在一起，他们心里只有就是佛所以就是这样的。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环境，这是一个也是可以说是非常正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史条件。那这个当中，我们就是这个全球化的这个佛诞日、佛陀节日，我们就是所有佛教徒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原来这个其实是有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共同的平台，大家都受重视的话呢，那也许佛教徒当中有些呢，将来可能慢慢成为在这个政府界，在这个一些民间，在社会当中有影响力的。那这些影响力，你看呢？我其实几年前看过那个班基姆，你们知道吗？联合国的那个秘书长，他是佛教徒，他刚好是这个。做这个那个联合国的秘书长的时候呢，他秘书长的身份又是佛教徒，所以就是专门自己就亲自主持这个维萨克节来就是发表讲话。他2016年的他的讲话我都把它翻译成藏文了，那个时候。那这几年都没有看到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在亲自这个。当然，我相信联合国的一些代表人去年去泰国，他们那边办法会就是这样所以，如果真正的这些佛弟子，每个人都就是对这些方面也要有所认知知道这么一回事的话呢，那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这将来大家都可以成为一个这个像斯里兰卡的这个达玛巴拉居士一样的，他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称他为尊者，知道吗？你现在去瓦拉纳西，瓦拉纳西是佛陀这个初转法轮传法的这个佛陀的最重要的圣地之一。那边就是有这个有一个地处呢，就是有1000年前的这个一个佛塔的，这个就是佛陀当初可能是传法的地方。那现在另外一边呢，就是有一个就是佛陀和五比丘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庙啊寺院，然后这个寺院的门口旁边有一个园花园，这个花园里面有这个达玛巴拉居士的这个塑像啊铜像。为什么呢？因为恢复整个4大圣地的过程当中，它就是起到最大的作用。所以应该是这是全球的这个所有佛弟子都应该要就是要记得它，就是这个意思。Recording in progress. 所以但是我们一般人看去过印度的我相信可能没有那么仔细的讲过很多其他相关的这个历史和背后的很多种种的这些故事啊事情，只是看到眼前的佛陀佛种，哇，就是这样，可能是几千年都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辉煌的状态。其实不是这样的。印度灭佛本身有500个历史，500年呢，500年就是已经就是灭佛，已经没有佛法的一个状态了。20世纪逐渐是有稍微一个恢复的一个状态嘛啊。这些讲太多也没有用，但是呢，我们很多现在这个历史和的条件，比如说今年我不知道啊，去年呢，就是这个在伦比尼佛陀诞生的地方，印度总理穆迪和尼泊尔的总理2个一起，几个这个尼泊尔的喇嘛带领，他们在那边庆祝这个佛诞的，就是今天，去年的今天。所以以前的历史和这个一般的来讲说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现在呢，全印度、尼泊尔、印度都是其实不是佛教国家，知道吗？他们的佛教徒的比例是总人口的1%、2%、3%，是就这样的状态。印度就应该是3%都不到了，尼泊尔可能是多一点点。但是现在整个国家的一些很多的资源，也就是要开始恢复佛陀的教法，整个南林陀都要重建，知道吗？啊，所以这个对我们佛教徒来讲的话呢，一些很好的一个历史条件和机会嘛。只是我们现在目前大家觉得我们都没有什么能力啊，我们都是小人物，但是我们至少要有权利要知道这些事情啊，我们至少有学习的权利啊，不是吗？所以就是啊，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呢，所以今天我也看到，就是我觉得藏传佛教的现在的一些个别的上师、大上师们都是开始从去年开始，虽然是有点被动，但是现在我相信是慢慢的很主动了啊。我今天看到这个尊智也就是特别有这样的一个针对，就是今天不是传统的藏传佛教自己的今天完全正式的这个公文的方式说，哦，这个国际这个佛诞这个3个这个成道涅槃诞生的这个3大节日，然后为大家祝大家这个也就是祝贺啊。所以这个祝贺呢，就是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很多藏人觉得，哎，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啊。但是呢，这些大上师们开始这个用这种的一些书生的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是这个就是也可以说是完全说是这个上师们的一个认可啊。那在藏地呢，就是在宗萨尔佛学院有一些堪布。他们就是几年前就开始推动，每一年呢，宗萨尔佛学院
西藏的宗师佛学院每年都就是今年这个时候，就是今天这个时候，就是要特别举办这个国际佛诞的这样的一个大法会，今天也在办。所以今天网上呢，藏人这些转发最多的，让大家心生欢喜的，就是他们办的那个法会。所以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非常非常好，我也刚刚有放在这个微信后面，肯定你们都有看到过啊，有些人。所以呢，这些都是一个开始，但是这种开始是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发心嘛。所以呢，我们当然这个能力非常有限，但是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份的热忱来，然后参与，那一起念一些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发一个菩提心啊，作为今天我们能做的这个庆祝国际佛陀日的一个方式了啊，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也达玛也得巴巴瓦也单的看达当嘎达哈呀我的德干在有尼罗也万巴的玛希玛的耶稣我们也达玛也得扎巴瓦也单的看达当嘎达哈呀我的德干在有尼罗也万巴的玛希玛的耶稣我们也达玛也得巴巴瓦也单的看达嘎达哈呀我的德干在有尼罗也万巴的玛希玛的耶稣大家们们嘛们来说，大家们们嘛们来说，们来他们们嘛们来说，大家们们嘛们来说，大家们们嘛们来，大家们们嘛们来说，大家们们嘛们来说，们们嘛们来说，大家们们嘛们来说，大家们做那么的也，他们这就话你，我们你别在那旁些讲。Irga nanche warlon drupa ye seben zolen drowa drowa sho pardan lame kutse tamba dan kanyame yong lai dirjen jongwa darjen ma le tsosa zhevjani nirde sangye sala gobar sho jewa kwanda yangda lama Garme shuje parla longje jang sadang lanje yonda rabdo dorje change komba nyurdo yo jambar bawa jodran jemba kanda zombo de a di jende de da gunje jiza dalo Gewan da tamje rabdo mo yitarma hidu parba hidunde kanda dangado ayawada degan zayo niroda yawan bade maha sharma na yeso shangchewe simcha rambo che marti parnaman jijir 이바 년바 메버양 공니 공든 별쇼我们 반들 사도 사마야 마누 발라야 반들 사도 디노바 디란저조 메바와 사도 가요 메바와 서보 가요 메바와 하나라도 메바와 서와스데 메라얀다 서와 कर्मसुदान Sadavan Shriya Guru Hong Ha Wo Bangawan Sarva Dada Gada Madra Mami Munda Madra Bawa Ma Samaya Sadu Vola Su